升中四啦，我自細都係一個品學兼優嘅學生，不過我仲未試過拍拖。點解我咁靚仔但冇女？呢條友咁 Q 樣衰有女，公平咩？唔緊要啦，你而家考好個試上大學，你驚冇女？自此，佢好努力咁去讀書，克服咗一個又一個嘅考試，終於佢成為咗一個大學生。但係喺4年內就可以揾到個女朋友，哼！佢以為呢，影畢業相嘅時候，發覺好多人都係一雙一對咁去影，而我就只可以繼續單身一個人。上大學，你驚冇女？